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玄學看世界。2026年2月4號之後，乙巳年就會結束，我哋將會正式進入丙午年。踏入2026年，我哋正處於新舊兩年交替嘅時間，全世界好似進入咗一種自二戰之後咁多年嚟都未見過嘅混亂狀態。丙午同丁未呢兩年都係火旺嘅年份，大部分玄學家都認為呢兩年代表住戰爭、混亂同埋秩序嘅重組。喺世界秩序改變嘅大環境之下，一定會有贏家同輸家。我希望透過呢幾條影片，用玄學角度去分析宏觀大勢，幫大家嘅自身同投資好好部署未來呢兩年嘅安排。首先，我想同大家回頭睇返我喺舊年，即係2025乙巳年做過嘅幾個重點預測。第一點，我哋講返俄烏局勢先。我喺舊年3月嗰陣預測過，俄羅斯同烏克蘭喺4月至5月，即係庚辰月同辛巳月，好大機會停戰，或者起碼都達成暫時停火協議。點解我會咁講？係因為嗰兩個月對澤連斯基嚟講，係佢全年運勢最好嘅。不過結果大家都知道，最終俄烏並無停火。雖然無停火，但澤連斯基嗰兩個月真係幾好運，喺戰場上仲出咗意想不到嘅奇招。好似喺6月2號，即係辛巳月、辛丑日，烏克蘭方面搞咗個蜘蛛網行動嘅計劃，一次過出動咗117架無人機，成功打擊俄羅斯34%嘅戰略巡航導彈載具。我事後總結返原因，雖然澤連斯基嗰兩個月行好運，但普京喺2025乙巳年，除咗某幾個月之外，成年嘅運勢其實依然係好硬淨。特別係庚辰同辛巳月，都係普京最喜嘅月份。喺八字上睇，月庚合化金，財星生旺官殺，雖然有少少印星泄咗啲氣，但佢個權位依然係穩如泰山，完全冇出現大變動嘅跡象。就係因為咁，我當初預測嘅停戰就無發生到。咁到底俄烏戰爭今年會點行落去呢？我會喺下一條影片再用玄學角度同大家深入分析一下。第二，我哋睇返美股。我喺舊年3月預測過，美股喺4、5月會進一步大跌，大市大概會喺5、6月跌到底，之後就會一直反彈，升浪仲會持續到年尾及2026年1月左右。當時我亦都特別提醒過大家，真正大波動嘅日子係由丙午年開始先至係戲肉。結果係點呢？標普500同納斯達克指數喺4月底、5月初見底之後就一路上升，升到而家1月中，總共升咗成30%到40%。希望大家舊年喺股市入面都有翻咁上下斬獲，可以賺翻筆。第三，就係關於日本地震。我喺舊年7月提到，如果日本真係出大事發生嚴重地震，各位應該會喺東北邊嘅北海道一帶。當時我叫大家要小心11月丁亥月。結果喺12月8號晚，即係丁亥月嘅最後一日，日本東北部真係發生咗7.5級大地震，震源深大約50公里，震央就喺東北部青森縣對開海域80公里左右。地震仲引發咗海嘯，搞到有9萬人要即刻撤離走難，好彩最後得30人受傷，算係不幸中之大幸。其實我並無咩神奇力量，我只係跟翻玄學嗰套演算法，用一致嘅方法去作推論，睇下唔同結果發生嘅機率有幾高。而事實證明，用玄學呢套演算法嚟睇世界時局同大勢，個準確度真係相當之高。講到嚟緊2026年2月4號開始嘅丙午年，照翻我用開嗰套方法去計算，我對美股、港股同埋世界大局嘅睇法係咁嘅。第一，美股走勢先大跌後反彈再插過。根據我嗰套玄學測試模型，我睇美股大市由2月4號立春之後到2月中，即係庚寅月就會開始大跌。呢陣跌浪仲要幾雙下，會足足行4個月，要等到5月中至6月頭左右個勢先至會停，到時先至會有個比較勁嘅反彈。不過大家要留意，年中呢個反彈可能只係維持得嗰1-2個月。一到8月丙申月，個市又會再插過。
要一直等到11月3號美國中期選舉完咗之後，美股先至會真正止跌回升，而嗰陣嘅反彈浪應該可以去到12月底。出年11月係美國中期大選，呢次結果會直接影響到特朗普陣營喺參眾兩院 Senate and Congress 嘅控制權。大家可以想象到，美國國內唔同派系，包括特朗普團隊、民主黨，仲有各大嘅利益集團，以至國外嘅各方勢力，大家都會喺呢段時間出盡法寶去發功影響結果。無論係選舉手段、經濟層面，好似利率同物價、輿論攻勢，定係地緣政治，佢哋都會想盡辦法去影響議席分佈，從而削弱特朗普嘅權力同執政能力。我估計呢種多方角力就係搞到股市大震動嘅主要原因。至於中港股市方面，我發覺港股同大領導人嘅運程，特別係財運，有住好直接嘅關聯。睇返啲過去數據同命理預測，我對出年中港股市嘅睇法係偏向負面嘅，大家要保守為上。第二，除咗股市，我哋再睇埋丙午年嘅九宮飛星，即係將運星、年星同地盤星夾埋一齊睇。今年有個好明顯嘅現象，喺正東同正西呢兩個位都出現咗金木交戰同埋木克土嘅徵兆。喺玄學上，呢啲通常代表爭吵、打仗、流血衝突，仲有人命同財產嘅損失。所以可以預期，一啲鄰近國家之間好大機會因為爭端引發衝突，最後演變成真係開火或者爆發戰爭，搞到人命傷亡同財產損失。大家要特別留意呢幾個關鍵月份：3月、5月、6月、7月、9月同埋10月。喺呢幾個月出大事嘅風險係特別高。一年12個月入面，高危月份就佔咗6個，即係話出年有成一半機會會發生一啲好嚴重嘅變故。另一方面，中宮即係中間位，同正南方都見到一啲好兇險嘅徵兆，包括動盪、瘟疫、疾病，甚至係一啲大天災，好似2025年緬甸大地震嗰類災難。我估計瘟疫同傳染病會喺南方比較熱嘅地方先爆發，至於病毒、騷亂或者天災，就會由國家嘅中心點或者地殼板塊嘅中央地帶及國家引爆。呢度都有另一組關鍵月份要留意：3月、5月、7月、8月、9月、12月，仲有2027年嘅1月。呢度高危月份仲多，一年有成7個月都係高機率。計返條數，發生嚴重事態嘅機率超過咗50%。所以我嘅建議係減少去無必要嘅旅行，自身安全至上。世界秩序正進行深刻嘅改變，通脹壓力持續，生活成本不斷上升，加上人工智能 AI 嘅迅速進步，令到大部分人嘅工資難以再有大幅嘅提升。同時，社交媒體放大咗大眾對貧富差距擴大嘅體感，促使咗立場相對極端嘅左翼同右翼政治力量抬頭。隨住左右兩翼民粹主義崛起，各國人民選出意識形態偏向極端嘅領袖。特朗普嘅美嘅派，標誌着美國右翼本土同新門羅主義正式成型。唔單止美國，你睇下全世界都係咁。英國有改革黨 Reform UK， 法國有馬林勒龐領導嘅國民聯盟 National Rally， 德國有另類選擇黨 AFD， 日本就有高市早苗嘅崛起。種種跡象都反映出全球右翼本土民族主義正在迅速成型。呢啲偏向極端嘅領袖上台，不單止會導致國家內部衝突、政治動盪，更可能引發對外嘅衝突及戰爭，令到世界秩序產生根本性嘅改變。而家手握大權嘅國家元首，仲有嗰班科技巨頭嘅大佬，正正就係呢場秩序變革背後嘅核心推手。喺下一段影片，我會進一步運用玄學分析研究呢一小群世界持份者喺丙午年嘅運勢，去深入推斷宏觀大勢，嘗試窺探丙午年嘅機遇，等大家可以為未來2年做好部署。